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話，為提升公民意識，投票日嗰個週末，即係12月6號同7號，免費開放濕地公園、康文署公眾泳池、科學館等等，又會喺街市派發小禮物，亦都會舉辦一連串嘅活動。其中喺12月6號，政府會喺西九文化區舉辦大匯演，康文署會舉辦選舉樂繽紛活動，多個紀律部隊亦都會開放俾市民參觀。我知道都有好多嘅機構、商會、商戶同埋商場等等，正在咧係密鑼滾鼓咧係進行緊一個籌備工作，為已經投票嘅選民提供唔同形式嘅優惠。我見到所有嘅優惠咧，其實佢哋拎出嚟咧都係你投咗票就得㗎啦，唔理你投邊個，呢個咧係法律上冇問題嘅咁所以鼓勵投票係絕對可以嘅。投票之後嘅市民會獲發一張心意謝卡。今次嘅謝卡由人工智能設計，封面有選舉吉祥物。